家好，我是 Lisa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去年有拍过一个关于 Go Cashback 的影片？没错，今天的影片就是跟他们合作的。那在这一年呢 ，Lisa 已经透过他们的网站累积到了不少的回馈金了。那这次呢 ，Lisa 收到厂商的最新消息，他们居然开始跟淘宝合作了。娃娃 TV。各位身在美国的小伙伴们呢，是不是常常羡慕、嫉妒、恨那些中国或台湾的一些朋友们呢，可以天天去淘宝呢？我嘞是常常在 YouTube 上面看到有很多人都在做淘宝开箱，很多东西呢看了就很想买。但是我在美国有各种的不方便，像是运费啊、汇率啊、手续费等等的。于是我有时候会请我有去中国的朋友们呢，帮我带一点东西回来。但你知道的嘛，这种行为呢不太讨喜，所以还是少做为妙啦。好，那我们拉回来讲 Go Cashback 的网站，这是 Go Cashback 的网站。他们除了本来就有跟欧美各大网站呢有反例的合作之外，现在他们为了造福美国的华人，开始进军中国，跟淘宝开始合作了。而且他们还是目前为止美国唯一一家支持淘宝返利的网络平台。他们跟多家淘宝店铺呢都有高额的返利合作，大家可以开始通过 Go Cashback 逛淘宝赚返利了。这次呢，淘宝网站上面的百万热销产品不仅有高额的现金返利，而且在返利的同时还可以叠加店铺的优惠，等于是帮你打2次折啊！这样是不是蛮划算的啊？大家可以一边买东西一边赚返利金，赚到了返利金就可以拿来当成是运费等等的金额了。这样在美国就可以不用再忍耐不能淘宝了，也不用再求朋友回国的时候帮你带淘宝，更不会再因为带东西而破坏朋友们之间的感情了。而且啊，这是 Go Cashback 跟淘宝还有联合的活动哦，就是在3月3号开始 ，Go Cashback 跟淘宝有一个线上女王节的活动。这其中呢，对 Go Cashback 的会员呢有2大特色福利，想知道的朋友们呢就继续听我说下去吧。第一 ，Go Cashback 他们有独家提供淘宝女王节的折扣码。这次呢，特别针对美国的朋友们呢，提供满399人民币减50块人民币的独家折扣。而且是淘宝全场通用的哦。这个折扣呢，还可以跟淘宝里面其他优惠一起叠加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这个店铺本来就已经有打折的话，你还可以再打1次折哦。我觉得这个超棒的。根据我多年网购的经验，我常常会有好几个优惠券，但一般呢，一个商品呢最多只能用1个优惠券而已。而这次 Go Cashback 跟淘宝的活动呢，他们居然可以叠加优惠，但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哦。在美国的朋友们呢，可以前往 Go Cashback 的网站的淘宝返利专区的右侧导航栏去领取独家的折扣码。我会把直达的链接呢放在资讯栏里面，大家记得去抢哦。好，那这次活动的第2个福利呢是 Go Cashback 为了方便美国的各位朋友们，他们特别推出了美国本地仓商品库及返利的服务。只要你下的单呢是属于北美仓极速直达的淘宝商品呢，1至4天就能到货咯。简单的来说，只要大家利用 Go Cashback 的淘宝专区选择北美仓极速直达商品，就可以开始选择自己喜欢的各类商品，然后一边买淘宝一边赚返利啦。而且据说本地仓里面有超多零食可以买的，吃货的各位还不赶快行动，下单之后1至4天就可以吃到咯，是不是很棒啊？这次跟淘宝的活动呢，还有很多不同方案的优惠，有兴趣的朋友们呢，可以自己上 Go Cashback 的网站查询哦。好，那 Go Cashback 跟淘宝的活动呢，我就介绍到这里。Go Cashback 除了跟淘宝之外，他们还有跟欧美上千大牌厂商有返利的合作，大家可以在那个上面购买自己喜欢的东西。那如果你有朋友想请你从美国帮他们带东西回去的话呢，那你就可以在 Go Cashback 上面帮他们购买，反正钱他们付，返利金你赚。那这次厂商呢，他们说要给小娃娃们一点福利，只要大家是透过 Lisa 资讯栏里面的网址进入 Go Cashback 的网站，并且注册的话，就可以获得10美金的奖励金。如果不是透过我资讯栏里面的网址过去的话呢，一般注册呢只会获得5美金的奖励金而已。所以大家可以利用一下哦。
而这些返利金呢，只要累积到$20就可以提现了，比 YouTube 的广告盈利提现门槛要低太多了啦。如果大家喜欢购物的话呢，一下子就可以达到门槛了。喜欢购物的你还在等什么？还不赶快去注册开始赚返利了？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去帮我按赞加分享。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，也不要忘记去帮我按一下订阅，然后要记得打开小铃铛哦。另外 ，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，也可以去帮我follow按赞一下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！祝大家购物愉快喽！